呢題2015年 Paper 2第11題，咁咧就嗱，我哋首先咧要咧將呢兩個連埋，揾翻個 A 比 B 比 C 個連比先嘅，咁然之後先至到後面嗰度計啦。好嗱，咁 A 比 C 咧就係第一個同第三個啦，就係5比3，跟住 B 比 C 咧就係中間嗰個同後面嗰個3比2。好嗱，咁我哋嘅做法咧就要將咧重複呢一個位咧要倍翻大，令到佢哋兩個一樣啦。咁所以咧上面嗰條式咧就乘翻2，咁個5都要跟佢乘2啦。咁而下面嗰條式咧就應該係乘大3倍，咁即係呢個都要跟佢乘大3倍。咁所以 A 比 B 比 C 咧就變咗做10比9比6。好嗱，咁咧如果要做短題目嘅話咧，我哋其實應該咧就要假設個 A 咧係10K，個 B 係9K，個 C 係6K，然之後代翻入去呢度計嘅。好啦，但係如果而家做 MC 嘅話咧，咁其實我哋就咁代個數字入去計出嚟，答案一樣噶嘛。咁你記住，如果做短題目就唔可以就咁樣話 A 係10，B 係9，C 係6咁樣計就會冇分啦。好啦，但係如果做 MC 咧就咁代落去，咁 A 咧就係10啦，個 C 咧就代6。跟住後面呢個 B 呢就代9，跟住個 C 就代6，咁所以呢就變咗做16比15，咁呢就會計到答案係 C。